嘉义大埔今早起10点外发生规模5.6个地震，这台南府前路有一栋大楼，楼顶的这矮墙壁开，阿摩土角落落来，结着停伫下骹的轿车。这市政府赶紧甲住户疏开矮墙啊拆掉。另外，台南湾西瓦近嘉义大埔的山区也有走山的情形，嘉义的阿里山公路也有石头连落来，撼到一台轿车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那这台铁和高铁也因为地震的关系，车帮拢有慢混。规涂骹的阿摩土角甲态度路边的车玻璃窗车顶拢降落去。嘉义大埔30早起10点11分发生随时规模5.6地震，伫台南府前路2段的大楼下壁大面积落落去，铁片也损坏，用要落落，好卡在无人受伤。重建那但是因为地方的那个住户他们有不同的意见，所以一直整合到现在还没有整合好。那所以不但是台风发生。这个风大，发生这个瓷砖掉落，现在更严重。府前路因为警方危机封路，差不多40年来大楼，民国181年就被列为规楼名大楼，不过有缘大2户。1楼不是安全范围，有单山的点头。即马大楼因为地震佮受损，市府疏散佮安置住户，赶紧拆掉7、8楼的壁，也佮有铁片。这边不可能再住人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再住下去有意思吗？地震佫造成台南南西区甲金阳大埔的交界所在走山，民众看到山区有大量沙尘。嘉义阿里山公路69.5公里的所在，也出现大量石头连落，佫讲到一台车佫阻碍双向通行。公务段派遣大型机具至现场移除落石，于12时52分恢复全线通车。地震也影响台铁甲高铁班次，虽然路线无受损，不过分别启动巡检甲降速这行险机制，台铁44班次受影响万分，高铁有9班受影响。中央站大厅中道，去甲拢是单车人。天灾嘛，就是大家就互相一下，没关系啦。看板警员记者帮助晚分10到47分钟，都是车子等故乡，也和部分旅客行程受影响。因为是天灾，旅客拢应体谅，因为平安到位才是上重要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